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文通识读册会第3回。我是鸟豆，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阿明。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是要催促大家加讲台语、加写台文，望大家会当加讲家己的母语。咱这礼拜竞选出来有2篇文章，第一篇是语言工具论的概述，作者是罗文杰先辈。这篇文章伫台文通讯特刊第353页开始，线顶第12第1页。第二篇是台语异乡人，作者是陈明仁先辈。这篇文章伫台文通讯特刊的第355页，线顶第23期第6页开始。无册的朋友会当伫这个空间顶面找到连结。阮逐礼拜要竞选文章真困难，嘛真简单，因为好的文章伤侪，所以要先拣倒一篇来读，真困难。嘛因为好的文章真侪，所以拣逐篇拢真好，所以嘛真简单。所摆若是无册的朋友，会用你找时间紧去买。前2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毋过照伊真辛苦去了这个读册会网站，阁有阿明小嘉的录音制作。即摆为着要搁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文通讯这本册，甲前2回读册会引导做成的影片，伫即个空间顶面会当看到影片的连结，是小嘉的推文。因为有推友建议讲，伊想要用手机较方便收听，所以搁伫个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当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址嘛共款，伫空间顶面当看到连结，欢迎大家去网站看卖啊。咱今仔就开始读第一篇文章。第一篇，进前伫读册会内面有报名的人，甲现场要报名来读的人，会用先清麦，因为第一篇敢若7%尔，我希望大家人读1%就好。望来参加的人拢会使试看卖安尼。连小薇，你好。嘿，你好。你敢会使讲？嘿。你敢有台文通讯这本册？有，我有迄个推友送我一本，有够感谢伊。安尼你有册？安尼你敢要甲阮念迄个第一篇的第一趴？迄个好 ，OK， 就是到353页。好153页第一趴吼，就是到小小论证遐嘛吼。语言工具论的再书，一段话前有一位民进党的领导者，伫听众大部分是讲台语的演讲场内，为着要体贴少数几个听无台语的听众，无顾着部分人的反对，坚持使用伊家己也毋是讲甲好势的国语，理由是语言是一种工具。这句话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论争。嘿，到这第一段，嘿。真感谢你。因为阮拢是差不多读1%，讨论1%安尼。哦，好。你敢有感觉1%内底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甲大家讨论？1%内底哦，我家己有去还好诶，迄个是真简单哈。嘿。你敢会使自我小改一下？歹势，我应该一开始就先互你小改一下。哦，大好，我是连小伟，是一个迄个，就是讲一直想要甲台语学好，但是无做认真的人。我需要有迄个，咱大家做伙加油。我需要有同学啊，嘿，所以就是足欢喜伫 Twitter 顶面有发现讲即个社群会当互我有同学安尼，嘿，以后多多指教，感谢。其实阮即个读册会，你若要加，你嘛是会使，因为你嘛会当先报名安尼，真欢迎你来参加。感谢。你要学台文，你会当找你隔壁迄个布鲁斯，有无？好是。伊有足侪工具吼，伊有足侪迄个开始学台文的工具吼，嘛会当逐工伫 Twitter 头面顶面连写，伊拢会甲你改。好，太好，谢谢。真感谢你。小嘉敢有啥物事要提出来讨论？大家好，我是小嘉吼，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哦，好。无呢，我感觉连小伟读了真好，无啥物问题。
嘿，我嘛感觉伊读了真好。以上。第二趴，敢有人要来试看觅？阿杨甲梁志拢是有报名诶人哦。咱咧读诶时阵，若甲直接甲读年外前，安尼敢会较水气？嘿啊，逐个毋知意见安怎？年外前哦，安尼嘛袂歹呢。我感觉有另外一种讲法，其实是诚好，就是逐个会当讨论安尼。梁志你著举麦啊，无梁志你，无我读。嘿，你先甲阮自我介绍一下啊。好，我是一个最近刚学写台文的学理上吼，著会晓讲，但是罗马字即马才开始较认真要去学。即汉字咱自较早咧读的时阵都加减，但是自从学了白话字了，我较无爱去读即个。但是咱即马大部分的人吼，拢是即种字拢读较远啊，所以咱就头为遮来开始。看后摆会对罗马字有较深的认捌无？嘿，以上。安尼我就开始来读第二趴。好。嘿，语言敢是一种工具，可能是，嘛可能毋是。无共款的定义，场合会有无共款的答案。较辩嘛无定论。语言是毋是一种工具的辩论，对台湾话的保存以及发展并无意义。我想咱大家较关心的是，咱的母语敢是互人当作工具款待尔？伫咱为台湾的前途在度庙的时，咱的母语是咱的工具，也是咱所在拍独脚。以上。梁志，感谢。即趴大家敢有啥物字要提出来讨论？我感觉第五抓迄个，例如你遐。歹势，请教，请问倒模的无拄则两字是安怎读的？我就是想讲，我读度庙呢，我嘛毋知，我就是用我家己的感觉去读，我嘛无查。系啊，大家会使讨论一下。请问即个台拢安怎读？两字是读度庙。例如是讲多无。我查到的是多无啦。我毋知影讲现场除了梁志以外，敢有其他的人嘛是读多庙？我查书店，我是无查到多庙啦，我查到多无尔。即个是毋是迄个华语啊？多无不贵，图谋不轨。多无伊伫台日有收哦。台日有收哦。台日有收。是古早就有啊吼。古早就有。好，感谢。感觉有小可敢有听到？无呢，其实敢若迄字有小可仔问题，会提出来讨论咱查到的是多无嘛？即马布鲁斯亚麦会使请伊解说一下，毋知是要讲即字的关系？是，因为迄个吼有听过音庙啦，毋过吼迄个音庙足奇怪，我去查拢查无迄个庙的音啦。来我查国语吼，查迄个模有无？嘛查无迄个庙啦。台语确实是用多无啦，所以这可能迄个庙是音庙迄个庙吼，可能是有问题。我以上补充安尼。好，感谢布鲁斯。好，感谢梁志甲咱读第二趴。第三趴敢有啥物要来？甲咱试看觅。因为你有报名，你要来读看觅无？歹势，我阁补充一下吼。音庙即个吼，音庙伫迄个教育部的书店，伊是有看到音庙啦。你多无甲音庙，应该是迄个庙是共款意思，所以真有可能是有迄个庙的音啦。因为教育部有写音庙啦，就以上补充，大家当阁查看觅。我认为可能拢对，是。以上好。好，感谢。安尼第三，阿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叫阿杨，我即马住伫台北，我嘛毋知影要介绍啥物，我即马是伫
展览馆做导览的，嘿啊，佫有想要知影啥物无？简单小解就会使，无要紧。介绍啥物拢会使。无你甲阮念第3趴，安尼敢好？好。好，请。对台湾人来讲，甲国语、英语、日语等当做是一种意见、思想、资讯沟通的工具，相信无人会反对。伫国际化、多元化、会现出时的台湾社会，用各种话来甲各式各样的人沟通是无法度避免，也是必要的。但是，若有人甲咱的母语当做是一种随时会使探索的工具来款待时，咱敢有法度忍受？好，感谢阿娘。大家敢有啥物字要提出来讲？最后一撮伊其实是3个字，是毋是等耳塞？我有查到等耳塞，毋过因为伊是写，伊写毋是迄个字，所以我毋知影要安怎，就是念伊写的迄个，所以我着读我本来着会讲的，就是甲物件等塞的，我着无读迄个字。大家敢有其他的讲法，还是佫有倒一个字要提出来讨论？迄个想要和大家讨论，各式各样，大家会安怎讲？我有想到一个词，迄个或者88款，毋知敢会通无？各式各样88款，应该是，我感觉是通的啊。我嘛是感觉会通，应该是会通的哦。敢佫有人？若用五路人呢？五路人，就是三色人讲五路话。三色人讲五色话。五色话，歹势。五路人就是敢若就是迄个各种的人的意思啊。真趣味哦，佫有一种讲法。我感觉这会使家记起来，因为应该是相通的，安尼大家佫学着一个字啊，会歹真好，感谢两字。五色人敢若嘛有哦。五色人嘛会使是五色人，真趣味哦，佫学着几个字。敢佫有倒一字要提出来讨论？若是无第4趴，阿明来甲阮念一个好无？好。母话有，嘿，要小解一个吧。大家好，我是阿明，正住伫南投，南投人，好，无我开始讲，父母话有台湾性的功能，伊毋但是人甲人意见沟通的工具，嘛是思想文学表达的媒介，族群文化认同的记号。真不幸，台湾人特别是少年人，因为无法度伫学校有学习母语的机会，普遍的母语的使用能力，拢比国语较歹。伫即款情形下，若无要将咱的母语当作是台湾共同文化的遗产来保守，台湾话因早晚会互强势国语来同化。查了真好，大家敢有啥物字要提出来讨论呢？还是有另外一款讲法嘛是会使接？好，安尼拢无后一趴，第5趴，敢有人要来试看觅？阮读册会报名的人已经念了，即马有额麦的人敢要来试看觅？德如你敢要来试看觅？好，我来。好，来，第一台上，爱介绍我。爱啦。好，我是目前住伫个宜兰的新店人，所以讲口口念到乱七八糟。请大家见谅。好，来开始啊。第一代讲传播学理，有一个叫做工具决定论，意思是讲传播媒介工具会影响传播内容的意义。来用这种观念来讨论语言工具论，同款的信息用无同款的语言工具来表达，听起来会有无同款的感受，也会有无同款的意义。
有经验的政治家、外交家对语言工具的选择拢真小心。校外的利益，美国参议员伊拢有诶，伫美国的参议院讲的是标准英语，伫伊的选区就用校外腔口的英语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英语背景，学甲籍的前新加坡总理为着要争取选民的认同，拼命学客语、福建话，当选了后为着要防止福建帮的反对势力扩大。歹势，无啥确定，煞颠倒推行华语、英语、马来语做官用语 （official languages）。大多数人讲的福建话、客话，就伫政治斗争下面牺牲了做官用的权利。感谢滴如资料真好。大家讲有啥物事要提出来讨论？我有听到有共一个字吼，滴如有两款的讲法。我想要问大家讲，用倒一个读音较好啦？就是头一抓甲第二抓的大众传播学，第二抓的传播媒介。嘿，因为你头一届是读传，第二届读传。是哦。哦，要紧，嘿，甲你提醒一下。搁有第六抓的上尾迄字，日语啊，你是安怎读的？敢会记诶？我袂记诶呢。哦，你敢若读？无啥感觉。哦，对，因为这我是会读日语啦，毋是语啦。毋知影咱现场敢有人知影即字正确应该安怎读？日语。所以两种讲法拢有。迄个拢有诶。伫教育部诶迄条书典是A甲E拢有诶。哦，是两款拢有。歹势，够有。无你请讲嘿。嘿，为后壁升去伫第三抓吼，迄个咱进前头一回敢若嘛有讲着迄字吼，都是空大。嘿，你拄则有淡薄仔丢读讲，毋知影要安怎读。对，阮迄字着空大。甲你补充一下。好，多谢。感谢你。安尼，敢有其他人佫有对其他个字也要提出来讨论诶？就是英语背景诶客家籍，这是毋是嘛是有两款讲法啦？真正有呢，台语籍拢有。这嘛有两款讲法吼。毋过伊诶解说会对籍拢会知。哦。籍是户籍、国籍，伊籍诶第一个解说是死，第二个解说是户籍，就是户籍就是籍。哦，嘿，好。甘字典啊嘛是两个拢有。哦，甘字典嘛两个拢有。哦，所以就故意讲到应该两种讲法拢有啊，就对。毋过甘字典诶籍诶意思是册。是册哦。嘿，籍则是迄个家嘅籍。好，安尼互大家参考看觅。大家感觉有啥物要提出来讨论？歹势，最后一个字补充吼，就是拄则迄个空大诶后壁迄字，我会读催行啦，毋是推行，催行华语、英语、马来语迄句。以上补充。感谢。好，安尼，因为第7趴较短，所以第6趴甲第7趴做伙读。敢有人要来试看觅？今仔日人拢读过安尼。咱现场阁有朋友来。来，公鸟，举手你请讲。我来读好啊。好。伫长期大多数母语受压制的台湾，语言伫政治上确实是一个真有效的工具。正台湾美大汉的宋楚瑜最近运用伊伫外省台语，毋但伫省议会会得到同情，嘛伫大甲妈起教的盛会用台语讲，咱拢是妈祖的信徒了后，得到群众热烈的呼声。观众最近伫314高雄事件了后，嘛是运用语言做工具，
表明伊是上无省级资格的人，因为伊成立民主基金会时，第一件办的活动就是台语研讨会。因即款动作，毋管是出伫高明的骗术，也是出伫真正要认同台湾，徛伫台湾语言运动的立场，咱应当表示欢迎。总是咱嘛有责任继续监督因。即马所讲的，甲因将来伫双语教育政策所表现的一致，咱无反对咱的母语互人当作工具来使用，但是咱爱提醒所有听台湾的人，咱的母语毋若是咱为台湾前途在拍拼的是一项真有力的工具，嘛是咱所在拍拼的目的之一。以上，感谢。感谢翁讲者。伫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技术要提出来讨论？即趴我无看到、听到啥物是，我感觉有问题啊，毋知即马在座有业卖人，敢有啥物是技术想要提出来讨论的？还是有无共款的讲法嘛是会使？迄个第七抓，即摆的第七抓，迄个毋管是我会读做不关系。大家会使讨论看嘛。感觉有无安尼，咱即篇就读了啊！先感谢大家。我有一个问题。好，请讲。第三趴，迄个伊是不单，还是即边是读毋拿？因为我伫别位看到伊若拄着毋拿的时阵是写做罗马字，所以讲即边是毋是爱读不单？伊特别写做汉字的是毋是爱写爱读不单？因为你看第七趴，伊讲咱的母语毋拿，毋拿的部分伊是写做罗马字的。这咱会使讨论看觅，大家感觉咧？迄个不单甲毋拿的意思是毋是相像啊？我是感觉相像。因为我查到伫个台语，伊的不单伊的汉字大部分解说嘛是写用罗马字写毋拿。嘿，对。所以我想是毋是两款读法拢 OK 啊？我感觉是会使，只是讲伊用无共的字，可能是想讲伫写的时阵尽量莫甲共款的字安尼写做一改安尼。其实你要安怎读，我是感觉拢会使。我感觉两种读法拢会使，对。只是讲拄则讲迄不单吼，我若是看到的时阵，我较家己袂晓去读，就是较安怎讲，就是直接的反应，我是袂去读不单啊。毋过这其实这讲法嘛是会使。感谢第五的补充。感谢。安尼咱即篇读了4月初9迄天，台湾通信线顶新册特刊发表会，礼拜六大家若是有闲，爱记得去参加安尼。第二篇是台语异乡人，咱读册会即个朋友，伊夜晚是毋是要来甲咱分享，要来读一个？喂。你好。安尼有听哦，我无啥会晓用啊，拄则4半工。我要讲头前，迄有，就是迄是第几段？第6段哟。1、2、3、4、5、6，第6段的第3抓。大甲嘛，起甲的盛会。盛会。原条应该是第7条了。我较多听，伊敢若是讲盛会。毋免变调吗？第7条变调变第3条啊。盛会盛会。搁较头前一个迄落啥物控大哦。控大我咧读拢是读扩大啦。扩大是扩大。对。我要讲这两个字啊。好，感谢你。补充，我去查迄个控大的控的音，查到控那尔。刚查到控尔。所以第六的意思是讲控大是控大拢会使。可能毋知即边是要读扩大还是扩大？
哦，真感谢大家意见。我想应该两款拢 OK 哦，拢可以，因为拢捌听人伫讲过。伫第一回读册会其实有讨论过即个字，迄阵啊嘛是，嘛是有讲过讲即两种讲法啦。阮放伫咧读册会网站会记数其实是有收即个字诶，阮是收空大，我补充一个，像迄个头前迄个空，嘛有人读，嘛有人读空甲壳拢有人读，所以讲包括后壁迄个大甲大，嘛拢有人伫读，以上。无咱即摆看第二篇伊有11%，要读一段要读两段拢会使。迄个拄则发言即位是 Midori 是无？我来读看卖。敢会使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袂请你遐读你诶名呢。无，没介绍啥，就是，我住台北啊。毋过我诶腔应该是有较我台南嘛，因为阮某是迄个台南人嘛。哦。我较无啥咧甲阮爸讲话，所以我讲话无北部腔。哦，对，安怎甲你称呼？迄个照迄个读就好啊，米多利。米多利。你讲看两段哦，台语异乡人。真侪人讲台湾是一个殖民地，讲实在的，台湾现主时的地位比殖民地搁较凄惨。咱看其他互人殖民的国家，准讲因的话语袂当正做官方语言，上少因的百姓也咧使用家己的话，台湾话咧。你若入去7-11超级商店，用台语甲讲你爱啥物，你爱啥物件，店员目头甲讲对不起，请说国语。你若去餐厅点菜，无用支那话，小姐讲你说什么？你若甲学生问路用台语，伊可能应一句不知道，做伊去，毋是因激气，确实是听无。准讲听有，嘛无才调，共款用台语回答你，免怀疑，因拢是台湾人。真感谢 Midori。大家敢有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迄个Midori讲了真好吼，我拢无听到啥物精彩的所在。但是我对伊的第三段迄个上少迄个后壁迄个逗号迄个逗号是毋是爱放伫迄个？甲提掉，还是迄个逗号爱放伫上的头前，所以我是感觉即个逗号即个所在。要请教大家逗号台语安怎讲啊？我很丢讲有人遐讲，其实有讲过，我袂记。对，我毋知，我直接讲我毋知，我真正毋知。大家敢会记？我会记迄个有讲过，我袂记。对点敢会使？对点，无，伊是讲迄个，伊毋是讲。华语会讲的逗号，台语毋知要安怎讲。有人讲是逗点，是伊是读册会，咱读册会朋友，毋过因为伊拢是用电脑看，伊无法度迄个入来，所以你看袂到。逗点敢若是伫翻的啊，逗点伫翻的吼。若是讲英文的，直接讲comma的comma，我感觉嘛是会使，因为comma 比逗点较好。好。会去咯。好，我见安尼大家应该拢知影安怎读啦，因为逗点就是直接敢若较先去华语直接翻译过来嘛。我会记布鲁斯讲过，我袂记住。安尼咱继续读后一趴，我看会使甲布鲁斯call转来无？大家继续。所以迄个逗点啊，恁感觉放伫迄个所在敢有适当？
我是感觉伊放伫遐足奇怪。无讲话就是无意见。好，安尼就当作伊是放毋对去。安尼第三趴，敢有啥物来读？无读过，嘛会当来试看觅哦。练写话，你好。好，安尼我来读迄个继续落去。国民党真高招，知影长期政治高压毋是好步数，用文化甲台湾人洗脑，效果保证。13年的特将坚持使用母语的台湾人流放伫家己的土地，看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看无，听radio听无，坐车、火车、飞联机嘛听无人放送3、4项，连开钱去 7-11 买米去餐厅点菜都有问题。其他去公家机关办代志，搁较免讲。台湾人伫台湾变做语言上的异乡人。要继续吗？真吃力。请。经过几十年的教育考试，体重观众以后，新一代的台湾囡仔完全失去母语能力。即摆要叫囡仔讲台语、学台语，因讲为什么我们国语讲得好好的，还要我们学习台语，制造我们困扰，增加我们负担。国民党放心嘛，要取消方言限制，来取消，免互恁摇巴叉。以后电视若有台语节目，青少年听无人爱看。收视率不好，不是我们不制作闽南语节目，这个理由有够充足，了钱生理上买者。真感谢，读了真好。其实你读了袂歹呢，你的台语袂歹，你厝内底讲话讲台语。细汉的时阵，厝里是大人会讲台语，但是了后大汉出去就足少咧讲台语啊。安尼，你逐礼拜拢爱来咱的读册会哦。嘿啊，咱你来练习，拢做伙来读册。是啊。来梁志，请讲。我伫即摆内底吼，我有听着两个所在，可能爱迄个一个提醒一个，迄个完全失去母语能力，毋是能力，失去能力。啊，搁有一个吼，就是国民党放心啊，即个尾迄个调尾哦，我会念做国民党放心吗？放心了，伊电销的可能国民党放心啊，我会甲迄个话尾甲提高安尼，以上。对，其实我嘛是甲即两字考起来，共款的，甲梁姐的想法是共款的，以上。林小伟加油，你读了真正足好诶。感觉有倒一个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无安尼后一趴，敢有啥物来读？莫妮卡念麦，莫妮卡欢迎你。大家好，我是莫妮卡。莫妮卡你好。好，即摆我来念看卖啊咧，这第1、2、3、4第5趴。第5趴。我一个朋友，因查甫囝要加入国民党，因老爸甲党讲一片理由互听，因千金干那应一句，连国语都讲不好，懂什么？过来，阮朋友讲啥？阮朋友讲啥物拢无效。这几年真侪中国人来台湾做艰苦趁钱，问因若会要来台湾，因讲遮比中国搁较中国。这里比中国还中国，我们语言没问题。嘛真侪台湾人
摕钱去中国开，问因若要去其他国家佚佗，因讲语言会通，台湾钱就安尼大量溢驻中国去。国民党讲有利统一大业，我建议将新台票废掉，改中国人民票，较搁有力互中国统一啦。好，感谢莫妮卡。多谢大家。莫妮卡，你还要自我介绍一下呢？大家好，我是莫妮卡。我应该是就是伫爱德哥遐，就是有听到即个台语的团体啊，因为我是会晓讲台语，毋过我袂晓写，我袂晓读，我袂晓读。我会想要就是用白话字，写台语，啊嘛会使就是看台文册，我会使看版安尼。嘿，多谢大家。安尼真好，阮嘛是拢会学习，大家当做伙来读，大家莫讲互相闹开求进步啦，咱着若是有毋捌的，咱着大家做伙改进，大家做伙练习。敢有啥物意思大家要提出来讨论？我先来讲一个好啊，第五趴，莫妮卡你袂歹，嘿，我感觉你读了袂歹，有几个字小注意一下就好啊。就是第五趴的部分吼，头一抓，迄个加入吼，咱阮会读加入，嘿，国民党，毋是国民，我毋知你对只读啥物记啊？国民党，你读党，国民党，嘿，因为即个字出现，后壁佫出现，所以你拢有读着，嘿，就是国民党。后壁刷落去迄句，迄个因老爸甲党，毋是甲党，嘿，对。我第五趴的部分是即几个字，互你参考一下，嘿。第六趴敢有人会使提出你的想法意见？第六趴应该是第四抓，台湾钱就安尼大量溢为中国去。迄个白话字是为，感觉有是为嘛？因为是毋是有话要讲？无，因为即马莫妮卡其实伊伫咧搁咧学习迄条白话字嘛，我之前嘛有看过你，敢若有伫咧写白话字，毋过毋是讲写真济，就是当开始咧学。我先甲你讲，迄第六趴的头一段，迄个白话字吼，或者工课。安尼，咱请梁志先来讲。梁志，请讲。迄个，因为我建议吼，来参加咱这读册会吼，可能有诶当咧学，较清楚，可能毋对诶所在会较济，是毋是？我建议啦，看若有当时你若有当着你读了，若准讲若毋对去，还是卡掉诶时吼。主持人会当积极怎啊甲伊修正安尼，咱是毋是读起来会较好势算？嘿，参考一下啊。好，以上。好，感谢。好，米道人请讲。一两三四五六哦，第六趴第一抓甲第三抓迄个问因哪会要来台湾？第三抓问因哪毋去其他国家佚佗？就是拄则我听伊敢若是含那还是那，就是迄个声调读毋对去啦，就是迄字通常会读，那安尼写就是读原调啦，就是那。好，真感谢。感觉有啥物事要提出来讨论？我搁补充一个，最后第六趴的上尾迄抓有利，搁较有利互中国统一，迄个有利，拄则我听莫妮卡敢若嘛小可读毋对，互你参考吼。若是后回咱继续，我感觉莫妮卡你会使逐礼拜拢来读册，读久啊，你就愈读愈好啊。OK， 以上。莫妮卡，其实我真正我差不多学台语
捡台语才半年，我打开始真正台语讲了真歹，我即马是较好一岁啦尔嘛，其实这中间嘛是一直练习，着参大家讲台语加讲加练习，等着会进步安尼，这无要紧，感谢你，我嘛感觉你读了真好，继续咱到佫有足侪趴，第7趴开始，敢有人要来甲咱读看觅？拄则连小话，拄则有读过的人嘛是会使继续哦。连小话已经有读第2摆哦。勇敢有方便好，人举手哦，梁志来。迄个我建议吼，咱家己，咱若算读了较溜的人吼，咱就是换一个学习的方式，咱就算互较无得练习的人，伊来练，咱来练2包安尼效果可能会袂歹。好，以上。敢有？我来试看觅好啊，看敢袂使互量1包安尼，嘿。好，加油！好，哎呦，我来紧这遐长诶，来，我开始哦。国民党甲台湾人甲袂晓讲台语了后，咱毋愿，咱烦恼，想要救家己诶母语。国民党讲，不要让语言成为政争工具。少数大扶老主义者在制造语言混乱。反对界的知识改赞嘛对咧讲，语言只是沟通工具，不要做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之争。本土做家嘛讲，不要投下语言炸弹。咱煞变做分歧语言的罪人。我去厝边斗坐，一阵乌子桑、乌巴桑伫签6合彩，我问因敢会赢？因讲罕得，我讲莫签袂晓。有人应我讲生活无聊，电视嘛看无，排机网算。我想咧讲，袂晓甲孙仔算，因同齐讲孙仔袂晓讲咱即款话。我希望食老的时，6合彩要袂废除。以上2段，请大家指教。感谢小嘉。第7趴第1抓迄个 GAH 应该安怎念？就是教袂晓讲台语了，就是 KH 啦，迄是伊家己腔到可能较落一点嘛。哦，所以伊只是一个古早的写法，嘿，有人会安尼写。好，安尼，我得安尼念怎么？嘿，我要讲迄个过来迄趴，我问因敢会赢，因讲遮本来是讲汉地吼，毋过遮有一个轻声符，所以讲头前迄头分调是汉地。哦，感谢，好，感谢。咁有用之请讲。我有几个迄个变调的所在吼，可能我有听到我讲一下吼，一个反对界迄个对吼，爱变调反对界，搁有一个作家，本土作家，遮较多敢若对，搁有一个厝边兜，即个变调真厝边兜，较多叫做讲汉人，吼，搁来最后一个就是6合彩也未废除，这可能爱念也未废除，念第1条，以上。好，感谢梁志，感谢补充。大家对这2趴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无安尼咱换后1趴，后壁3趴其实较长。我是感觉这应该分2个人来读。黑米老师来啊，黑米老师你好。第9趴，敢有人要来读？要来练习一下？无咱直接点名好啊。再无1趴我读。好。第
写高评啊，你要读。好。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民进党立委都讲台语？我叫他去立法院旁听。伊讲在国会殿堂，他们当然是讲国语。我是说，他们政见发表的演讲会为什么都讲台语？我讲，那修改选罢法30岁以上无投票权，看因个会讲无？我阮转来，海关用支那话问我问题，我拢假听无。伊看我的证件讲，你的职业是写作，作家怎样会听不懂国语？我感官无爱甲应声，伊尾啊，生气讲，你拿中华民国护照，又不是外国人，装什么装？我才笑笑用台语讲，我都毋是外国人，毋则袂晓讲外国话。以上。感谢阿明。敢有人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无呢，我无听到啥物问题，会使继续。Midori。Midori。迄个是第4抓修改选罢法，迄字我会读罢，因为罢免我是讲罢免，袂变调应该是变第3条选罢法。选罢法。是。大家讲都有别款读法。多谢 Midori 的补充吼，因为其实这段我是感觉伊原意应该是要读华语啦，毋过拄则咱阿明伊读台语，颠倒互咱学着一个字，感谢你。感谢 Midori， 感谢阿明。咱后壁上尾迄2趴，敢有人想要读？最后迄个第10趴甲11趴，因为第11趴这3抓较少，所以这2趴一个人来读。敢有人要来即个麦？例如，一个来台湾读一个美国人，看我的面试，用支那话讲 ，Mr. 陈明仁，我甲讲 ，My name is David。伊讲 ，What's the difference？ 我讲头一个毋是我的名，后尾迄个才是我的名。尾我问伊读啥物，伊讲来遮学咱台湾的语言。我讲伊学了毋对去啊，请伊去问先生。迄个美国人坚持讲伊无毋对，学的是 Chinese。我讲伊毋是学毋对，是兼毋对所在。来台湾爱学台湾语，爱学台湾语。要学 Chinese 爱去中国学才对。边仔一个学生即比我，无应该骗外国人。我用同情声调甲讲，是你去互定外国人骗毋知。像即款语言社会。咱是毋是比互人市民搁较凄惨？咱是台湾人，毋是阮伫台湾讲台湾话袂通，咱敢毋是语言上的异乡人？以上。感谢第二，第二读了真好。大家敢有啥物别个讲法要提出来讨论，还是有啥物意思？敢搁有意思要讨论，2篇拢会使。感谢第二。这2篇咱读了啊。台湾通信特刊线顶新册发表会，伊会伫4月初9迄天举办，所以咱即马先请黑米老师来甲咱分享迄天的资讯。黑米老师，敢会使夹麦啊？就是咱即马大家有做伙读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即本册，伫3月13的时阵，已经有伫高雄文学馆办过新册发表会，是实体的。毋过因为咱即马较无法度讲，逐所在4界去办新册发表会，所以因为嘛是包括讲内底即本册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要记录，就是早期伫北美遐做台语文史工发展的一寡记录、整理等等。所以需要北美遐的人嘛有法度参加。所以咱就伫即个礼拜六4月初9，台湾时间是暗时10点到12点，若是澳洲是下晡时间4点，若是加州东边是早起10点，若美国西边是早起7点，就是大概即几个不同所在的时区啦。主要就是会邀请全世界的台湾人，还是讲迄当阵主要是迄当阵有参加，还是讲有参与即个台湾通信即份刊物的主要的几个
人吼来分享啦。尽量的是大家拢有法度，就是现场来分享伊一寡想法，对即份特刊的意义，也是讲台湾通信30档的意义。若是有几个可能较无法度现场参加的，咱有关有用录影的方式，大家来就是互因讲几句话，互大家知影。另外就是即摆较特别，就是有邀请咱作者就是有参与30档纪念特刊数位化，是讲制作团队遮的志工来分享。我有公开邀请，嘛有私底下邀请作者朋友来分享，所以原则上就是主要台湾通信的早期的参与者，就是差不多8位，像陈良光先生、陈瑞先生，因算代表台湾通信伫8位2个最重要的时期啦吼，就是头前第1期到第50期是迄个杨光兄、陈良光先生，伊算代表用迄个台文习作会的名义来发刊。尾有一段时间是交互李庆华教授，伊当阵佫毋是教授啦，伊当阵是做学生。尾主要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交互讨论图的小组。这编辑小组其实背后主要拢是迄个陈瑞先生，就是吴景如医师。伊算伊来发起来带头，培训组者就是讨论图遐的台湾人来学习台语、学习台文。虽讲伊无挂迄个就是迄个主编，毋过其实事实上迄个规个编辑团队是伊带头的啦。你若去看特刊内底有做者开会相片，你应该知影。包括讲伊内底咱有整理寡，就是是安怎伊迄当阵会接即个编辑小组的一寡引单啦吼。所以其实伊算一个做即两个是做代表性的人物。当然，讨论图的编辑小组嘛有邀请，就是即摆佫有咧参与的几位，就是几个迄个编辑的对啊，嘛邀请因来山顶分享。分享的迄个时间其实逐礼拜6暗，就是逐个若有参与，就知影迄个活动是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其实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初嘛是因为这个特刊要制作的时阵，怎邀请一寡朋友来做回顾、来做分享，就是主要是甲这个台湾通信这份刊物有关系的人。嘛有一寡是就是早期有写过文章的，尾手才变做方向较宽啦，就是转换做甲台语文相关的，就是讲甲文化有相关的。拢逐礼拜6暗有一个论坛伫山顶。因迄发起的主要就是8位遐，共款就是陈良光先生甲讨论图编辑小组遐个人咧负责。所以其实伊嘛算借即个机会啦，佫倒转来算佫继续参与遮个活动。所以嘛是真难会使伫迄个场合来办即个山顶的新册发表会。就鼓舞大家有兴趣报工来参加，顺续听一寡就是先摆因真正参与的一寡想法，是讲对这特刊的想法，未来愿望佫要行往啥物款的方向去。嘛真欢喜会使，就是佫听到较侪咱有即届有参与做者工课的少年朋友，真正拢做少年，咱对台语文有想法，有要做伙贡献的有志啦。拢是少年世代，拄好嘛是甲经过30档前开始伫海外拍拼的台语文的先辈做一个世代的传承啦。我嘛感觉即件代志最要紧，所以咱迄天的新册发表会主要就是2点钟的时间，头前1点钟主要的是早期有参与的，还是讲即本特刊主要的编辑团队。若是后壁1点钟的时间，主要是互遮有参与的少年朋友志工，来讲一寡想法，是讲一寡愿望等等。大概是安尼，就是欢迎大家迄天来参加即届，我是感觉最有意义的一个山顶的新册发表会。好，多谢。感谢海伟老师的分享。
我问大家迄天若是有闲会当尽量去参加，组即个读册会主持群嘛会去哦，阮拢会去哦。希望迄天会当甲大家线顶再相逢。歹势，拄则袂记甲大家讲要倒位找，咱伫遮对头吼，我拄则有甲信息打去啊，就是对头靠做你若找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卡应该会找着。啊，我拄则嘛有分享伫咱的读册会群组内底，就是迄个网址，迄是迄个 Webex 的网址。啊，若真正找无，则个问咱读册会友志，还是讲问我嘛会使，多谢。其实今仔日读这两篇文章啊，大家若是有任何想法，不只是这两篇啦，进前读的，还是讲只要是台湾通识特刊内面的文章拢会使。你若是读了，你有啥物感想看法？你会当写读册的心得，会当放伫阮的网站顶悬，就是你会当发表伫遐，发表你的看法，互大家来了解。啊，请大家尽量写台文、罗马字还是汉字安尼。会当互大家看到你的想法，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搁一摆提醒大家，4月初9、拜六毋通袂记咧，台湾通识特刊线顶新册发表会哦。大家晚安，大家再会。再会。安安，拜拜。